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2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46节到55节，《米迦书》第4章第1节到第5节，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11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一家人。有一首诗歌名叫做咱拢诚做一家人。歌词安尼写着讲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咱诚做上帝儿女。咱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诚做上帝国的子民。因为耶稣，咱通诚做一个上帝国的子民，也就是讲，诚做上帝的一家人。这个目标其实无容易达成啦吼。好那亲像伫米迦书第4章第3节的经文所讲的，伊要解决民族间的纠纷，来排解列强的这个争论。伊要将刀来铸成做犁仔头，将枪来拍做镰刀。国际的中间无搁再有战争，无搁再有军队来备战。上帝要来解决民族中间的纠纷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无搁再有国际中间的纷争，也无搁再有战争。这是不离困难。咱若用现代的国际关系来看，这个有真侪强国想要去侵占其他的国家，伫咱拄则讲这个诗歌的歌词，伊讲咱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诚做上帝儿女。这个内底其实有3项代志，咱要做伙来看。就伫这个内底讲，咱诚做一家人，这个咱就是咧讲正人，也是亲像米迦书所讲的，国际中间，国甲国的中间，人甲其他的人的关系，这人甲人的关系是一个真重要的好的因素。然后就讲，咱这个好的关键呢，毋是因为什么和平协定啊，关键是伫耶稣基督。也好，那亲像耶稣基督伫新的诫命，伊的要求共款，伊讲：恁若彼此相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亲像保罗也安尼甲咱讲的，因为咱做对敌的时阵，借着上帝囝的死来甲上帝和好。既然已经和好，就搁较因为伊的死来得救。不但是安尼，咱也借着我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来和好，也借着伊用掠做上帝来欢喜。这是伫罗马书第5章第10节到11节的经文，保罗所讲的话。耶稣基督是人甲上帝的和好的原因，是咱要进入上帝的家，诚做上帝家内的一家人的一个真重要的因素。亲像耶稣基督也甲咱讲，恁的心内毋通忧愁，恁着爱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伫我的爸的家有济的厝体，若是无，我就早已经甲恁讲。我去原是替恁准备所在。我若是为着恁去为你准备所在，就要过来接恁去到我遐。我伫遐，叫恁也伫遐。我住伫遐，
我去倒位，恁拢知影，迄条路恁也知。这是伫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4节的。亲像弥迦书第4章第4节到第5节，就嘛是安尼来提着。你讲人人拢着爱住伫家己的抱床内底，要伫这个无花果树的下骹享受太平。无有人会互因来惊吓，上帝万军的统帅安尼来应允。虽然列国拢拜伊，并且顺叹因家己的性命，但是咱要敬拜上帝，咱的上帝，顺叹伊的旨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以弗所书第2章的经文提到，基督徒就爱伫基督内底合做一个。特别指着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的关系。犹太人基本上真排斥外邦人，这是咱拢知的代志。但是伫救恩内底，事实上无有分彼此。保罗几若摆咧讲着福音的时，就是讲对犹太人到伫希利人，每一个人拢共款。以弗所也就是咧强调，咱无论倒一种的民族，伫基督内底就必须爱有和平的相处。咱也着爱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，来停止即种对立的形态。圣经讲，基督亲自将和平赏赐互咱，伊互犹太人、外邦人合做一个，用家己的身体塞倒迄互因互相对立，互因来分裂的墙，来废除犹太法律的诫命规定，为着要互两种人借着因的性命，成做一种的新人，得到用和平来相处。借着十字架顶悬的死，耶稣终止了这种对立的形式。借着十字架，互两个拢成做一体，通甲上帝和好。和好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，因为伊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。这也是耶稣基督大使命所交代，爱互万人来归入伫伊，成做伊的门徒。亲像以弗所书甲咱讲的，借着基督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咱拢会通伫同一个圣神的内面，到伫天父的面前。安尼看来，恁外邦人无搁再是外人，也是青分人。恁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也是上帝一家的人。所以，咱拢要成做上帝的一家的人，做伙来加入，做伙来努力。咱要搁来读诗篇113篇。恁着学了耶和华的路谱，恁着学了耶和华的名，愿耶和华的名受学了，对即时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。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了的。耶和华盘过拢总的国，伊的阳光较悬者的王。之罪亲像耶和华咱的上帝啊！伊坐伫至高的所在，伊家己谦卑，观看天顶地下的代志。伊对尘埃举起颂扬人，对粪扫堆提拔欠缺的人，互伊甲贵族相甲济，
就是甲本国贵族相较济，伊互袂生育的妇人人料理家，做侪侪囝的老母来欢喜，恁着娱乐也好花。就是互咱会通来蒙恩，亲像伊应允的，会通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到甲人的合一，也因为安尼来追求甲上帝的和好，互咱拢相款会当成做上帝家内的人。愿献上感谢，靠主基督的名，阿门。